要为大家介绍一间酒家菜，而这间酒家菜呢，它在最近网络上非常的红，而且它必须要事先预约。如果你没有事先预约呢，是完全吃不到的，因为主厨也就只有那么一个人。而这样的一位主厨呢，他可以说是在厨师界有50多年的历史了。为了他的所做的料理品质把关呢，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哦？这是因为有他的道理存在的。因为他说他要希望他把所做出来的料理呢，是能够完全的让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够接受的，同时他也要对得起他自己的良心。因为他说他所做的菜呢，完全是用感情下去做的菜哦。所以，如果你要来到这边吃它道地的酒家菜的话呢，你一定要事先预约。到底它里面有哪一些酒家菜值得推荐的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进去里面瞧瞧吧。见证时代变迁的杜庆标，在餐饮界已有50多年时间，在5星级饭店任内获表扬为优良厨师。无调味料理、台味正统酒家菜是他的拿手绝活。墙上挂有许多他烹制的酒家菜照片，让人看了垂涎欲滴。店内桌椅采圆桌，方便消费者用餐。这里我边这位大厨他的名声响叮当，网络给他的评价呢是5颗星。你看咱 FB 评价5颗星。是满分呢，非常的高哦。然后台南是美食之都能够拿到5颗星，非常的了不起，4.5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可是他居然能够拿到5颗星哦，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就是名闻遐迩。阿彪师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这是阿彪师本人哦。我是阿彪师。嘿，阿彪师，我民国38年出世的，我今年已经71岁啊。哦，71岁啊。古早时代是酒家学的。哦。我台湾料理安尼，古早菜。所以你今仔准备全部拢是和酒家有关系物件，酒家菜就对啦。首先我来请教一下就是酒家菜和这个板凳菜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这是安尼啦，酒家菜是古早时代拢一寡较名流自身咧行的所在啦。是。因咧点菜拢点2项1项安尼尔，但是一项菜伊来点落，这项菜是足手路菜，伊就是讲，爱做1点钟伊嘛无要紧，伊讲我要等。1点钟伊也要等哦。一个菜1点钟伊嘛要等。这是不是用过有迄拿卡死啊？有拿卡死。以前的酒家的小姐是拢有摆照的。哦。今摆无共了对啦。无共，完全无共。那正统的酒家。所以酒家菜伊嘛当讲是手路菜就对啦。足侪拢都爱手路，足项菜咧做拢爱1点钟以上，伊拢现做的。拢现做。就是算讲台湾非常正统的这个料理，这古早味的就对啦。是。古早我跟我老师学的，古早老师拢做有名的。是。想要来请教就是讲，我看到桌顶遮尔济料理我讲平常心讲因为阿彪师和我有回茶久啦所以这侪菜我真正毋捌看过，莫讲这侪菜全部毋捌看过差别我毋捌看过，但迄料拢无共款所以我即马要请阿彪师你来为咱做一下介绍首先就是这个物件，炸素虾。这明明就是虾是安那有一个素这个。迄个古早时代师有名的，我都唔知影是啥物原因下炸素虾。其实阿彪师我甲你讲，我伫灶骹看你咧做菜的时阵，我感觉是一门艺术。是，这个虾炸素虾，伊咧甲头甲壳掰了，捞一个尾了，佮破皮。破皮去入料，入5种料。怪是5种料摆好细料，3两，落去煮。你来试食看卖我看你的南两南落，安尼规个拢蓬起来，够水够水的。煮起来了。我来看卖，这内底有啥物料啊？这还有满。我来看。有汁有汤汁一寡。咩话？这是有咸菜。咸菜。还有
肠啊，肠啊，肠啊，这是笋啊，哦，笋啊，笋啊，哦，还这么多哦，哎，还有香菇，遐蛤蟆，蛤蟆啊，哎，哦，还有香菇，搁一袋香菇，哦，对，香菇，啊，我知影为什么叫素叶啦，因为啊，这种菜啊，你咧食咧起来吼，规尾拢挂掉，拢夹来食咧吼，哦，迄个味人家食甲拢做好乐对啊。这个人食吧嘛是爱有菜，我讲话嘛。哎，都是食了，参虾啊，料加了好咧食，迄个味哦。哦，你知道我想到什么？我想到中华一番那个小当家。哦，你很好煮啊！哦。我不晓得啥啦，我不晓。多我学有对啊。哦，太好吃，太好吃。哦，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这有来我这食过人家，大家都好乐的。早好乐。哦，好吃。这道菜。你这个菜哦，你就要等1小时我也愿意。讲真的。你今天有出皮啊，所以不会差距。哦，好吃好吃，太满足了。谢谢。好，那接下来呢？哎，刷来，再介绍这里啊。这地瓜羹。地瓜羹。内底无地瓜。有，有啊，迄款是色的地瓜。那种颜色那个，这是猪肝。嘿，你这是安怎做？因为我刚看到哦，这两条。对。啊，没看过你切。因为这有地瓜啦，香菇啦，还有沾肉啦，还有迄个马子啦，我调料落去卷，甲悄悄落去卷。你这地瓜是用粉瓜吗？地瓜拢卷好诶，卷好诶，无怪吼，这样甲预入袂安尼粗丝。对。啊，这酱干古早时代诶菜啊。哦，无怪，难出一项啦，吼。调味料调好，足香。对，我看你煮菜时拢在淋胡椒呢。我画了才有胡椒啊。好，安提画。画了才有，我画无啊。哦，真的。你看你外口，但这上面粉嘛，切切都食。外口那是搁面包粉。哦，面包粉无怪，切切都好食。你这做冷盘嘛，最好食呢。啊，我的冷盘吼，这两家迄人。我冷盘拢主打这两项，别人个唔捌食过古早味的。真正嘞，唔捌食过嘞。真正老一辈人吼，你若想要食迄个古早味的哦，你真正爱来食。真正是太赞嘞！软小鸡，这软小鸡，这甲鸡肉骨拢骨剥掉，拢无骨。啊，用咸咸酱来腌丝鱼哦。啊，要咧煎较，还有用蛋黄来敲。可以用两年来敲哦。敲较高粉然后来煎。哦。啊，煎起来了，佮拌一寡调好的酱汁。那么我伫遮，我著闻到迄酱汁迄料足香诶吼，迄酱汁迄我看过人满呢，对无？哦，阿表叔是影有够体贴的呀。酱汁。酱汁好香嘞，你有淡香油对吧？有啊，这菜味拢有香油，正港的古早味的。对啊。这嘛古早味，这种古早味的。我感觉你酱汁最好食呢。啊，就人讲厨师哦是调味师啦。要甲爱甲各种的这款味哦调拄好适中啊。安尼较是一个成功的师傅啊。我感觉你调味料哦。你的调酱哦，会像交米来食呢。我食了较袂厌啊。对啊。食了袂厌啊。你像个胖胖安尼，我有那个很多芝麻香诶。小花。小花嘛吼。哇，
不是做脸盘，这也做脸盘。哎，我这脸盘。哦，这真正我这种做脸盘。伫即摆这个时代看无脸盘啊，是安尼啦。脸盘为拢用叫别的调理食品来对啊。我就较唔爱安尼做，我爱甲我学功夫做出来，互人去食，互人感觉讲哎，别位无当食这款物件。是。啊来，我看到这项物件，哦，这是啥？看起来真搞工呢。虾饺。虾饺。叫做虾饺，这样虾饺爱甲虾啊壳拢掰掉。掰掉。个咧兑。嘿。兑啊，一种像水饺皮安尼。像水饺皮安尼，甲你包料。这我有看你吼咧做，你对用迄水饺皮，我看你对啊有做细腻，搁淋什么粉？袂使上大力啦。哦。大力讲落去，虾就破啊，就规个脆就袂使啊。爱慢慢啊对，对甲一张安尼圆啊，都像水饺皮安尼啊。我本来想讲吼，你要讲拍，想讲安尼较好食，原来哦，你是要爱用这水饺皮啊。对。然后搁包餡。包餡，这有切几个餡？系啊，你看伊包餡哦，然后用这水饺，用餡了，餡入来捏到像一个饺安尼。我昨看迄个阿表叔在做的时阵吼，我居然看我捌看过讲有人用虾啊做皮，然后佮伫遐敲，我伫遐安怎呢？哎，真正捌看过呢。捌看过。哦，这真正。因为这已经是太古早的菜啊。对啊。哦，我昨人看到这个做法较搞工，而且你搁爱来吹呢。对啊，吹色较个蓝汁啊。哦。哦，这真正我对这道菜吼非常期待，有人看伊伫遐咧。食看嘛，食看嘛。咧对这个虾肉的时阵，我就感觉哦，足厉害的。内底佫包有虾仁啊，佫有肉，佫有香菇啥，太好食啦！迄料拢一条的。哦，你今日嘛做啉，佫淡薄迄个酸的味，嘿，醋一点点嘛吼。哦，醋小可。安尼素配起来较素配，吼，啉起来嘛袂讲，因为有当时啊，咱迄个虾啊。袂知影讲伊是属于海鲜这方面的嘛，有当时袂食到讲，会惊胃脆，就淋寡醋。这样菜配安尼，下味就是上好的。好食。这应该你都唔捌食过啊，嘛唔捌看过。唔捌啦，咱两年代无同款嘞。哦，真的，太好吃了。我喜欢这样做。我就安尼，我做菜拢用感情来做的。你用感情来做？我咧做时拢做细致的，做小心的，爱甲物件做好。所以你的物件拢是有感情的，所以食起来迄个感觉就无同款。哇，赞！讲起就是安尼啦，就菜做好食，互人家娱乐。成就感足有，咁我足欢喜足好安尼，就是安尼啦。我无管大对你的评价足悬，是有原因的吼。当然，就是这个炒米粉，来，这炒米粉我知。唔看我这炒米粉足简单呢。安尼哦。这有啥物无共款的？这有即摆较少年人咧做吼，为我是感觉。因唔知道爱淋什么料啦。是，我看你料。你若较一般啊，咱大家炒高丽菜丝啊、仁丝啊，什么淋啊贵安尼。是。其实真简单啦。你用张虾仁、肉丝、香菇，安尼就做好食。但是要来炒，一定爱有淋蒜头。爱淋蒜头。来炒才会香，哦，因为蒜头会添香。会提味。哦。但是我感觉恁的。这个米粉吼，和别人无同款，是因为吼，我看连米粉拢去属迄个烹汁。对啊，伊这个米粉若好，那有关系啦。哦。会堪这小多焖一下吼。是。你若米粉歹是焖者烂去啊，硬起我长啊。
脆糊糊，迄就唔好啦。哦，所以这个米粉嘛爱紧就对啊。米粉袂歹。我看你咧炒米粉的时阵，炒得久呢。啊，这米粉人家评价足悬啦。我这虾仁拢无过发的呢。我无过发哦。迄种纯粹虾仁，无发油啊。过发的拢会看起来较白啊。啊，食了看了透明透气。有。我这米粉食了会 Q 的。对，我刚要讲会 Q 呢。米粉你敢买全部拢从伊这汁全部去收掉啊？对啊。所以你食到的米粉哦，每一根米粉它都有味道的。对。唔是迄个无的。是是。真正韩国去也食起来无共。真正哦，真正在做无共。也是遐米粉，是用沙水沙沙的。哎，汤椒用个落去炒炒啊，安尼。对对。也是遐米粉是安尼啦。啊有的都顶头搁来淋油嘞。对无？哦，赞哦。听讲这个少年人嘛最爱食。来食过的人，大家都哎以后拢要去指定要去炒米粉。拢一定要指定炒米粉。可恁这是预约式的嘛？预约。按来常常来讲，阿表示我想要炒米粉的，伊敢要炒米粉尔，安尼教我都。通常来比较我是较无爱安尼做啦，我爱用预约，我提早准备就好哦，安尼来，你来我几点要食，我就当互你食。哦，是是。会当安尼，我做起来嘛较袂足急啦。哦，对对。啊是阮恁遮到拢全部外带的，敢会当？外带我哪会使？你人家，你看要一道几千，还是要偌济？哦。啊，几点要来摕？我有做起来等你。但是嘛一定爱事先先讲啦。对，爱先预约。因为你有的物件。最慢就一工前来，这样，迄是上个慢。比如讲，阮今仔要拍片哦，我一礼拜之前我就先教，表示讲啊，表示讲哦，伊有的物件哦，伊无法度同工随处理，所以就前一天也先处理呀，对吧？我爱看见看来是。来，这个是什么？一片海参。海参哦。一片海参。这摆这就看海参班呢。这是正讲古早伊的古早菜。这古早菜。古早菜，哦，这为什么？我伫台南饭店，我伫台南饭店做先，有一个人客，逐摆来，伊拢先敲电话，一定要先做这个做我等伊。我看你料都多呢。料内面有香菇有肉。这个有胶质呢。海参无胆固醇。哦，海参无胆固醇哦。无胆固醇。所以，比如讲，若讲，你若身高的人，就爱加食我这海参。有知？你食落嘴，你就知影讲哇，原来这个口味这样袂啦。哦，这确实真正唔捌看过呢。后来阿表师家就对啊。即摆无人咧做这啦。对，无人咧做这，所以来你家就对啊。所以就知影伫网络为什么人气遐尼悬，受欢迎呢？迄种海参拢吹到都烂去啊咧，迄只外 Q 呢。哇塞！里面还有包肉，是不是？有肉有香菇。哦，有肉有香菇。啊有菜头，就是咱最好食的。有胶质。口味是赞哦。哦，好棒哦！我跟你讲，好吃的东西我都会停不下来的。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你为什么只吃？你不会加。”你有食好啦。我加的。你也这样做这节目是你有食好。加了啊！有食好看，让做这个我们咧拍这节目。吃遍大江南北又不会胖。哎呦，个别个配个个问题。好吃，真的。等一下要邀请我们摄影师好好来享用一下。好，那么再来呢？好，这个是什么无共款？我先一个敲叮当者，互你较好nghe。因看你这个鱼啊咧，鱼啊甲肉肉甲剥掉，啊剩头甲骨，
来钱，啊肉另外钱。哦。啊肉较放顶悬，啊淋那个酱汁。哦。啊，所以这个酱汁属于什么款的味？酱汁，古早时在师傅讲做五味鱼啦。五味鱼。但是我这种我发改叫做七味鱼啦。哦，七味鱼。因为五味的料哦。足济啦，阮料啥话拢像五味料，什么料拢五味啊。嗯。啊，这我有淡薄仔改用小可仔过。哦。这口味有改过。哦，是。所以你这个就是讲鱼啊，拢爱先煎过，而且伊这个的这全部煎料吼。嘿嘿。啊，多小这些料然后淋落去。哦。迄个是打泡才真上好食。好，是安尼。来。有人去为了这个菜。已经来过来摆啊！为了这道菜，为了这道菜，来就要食这个。啊，这只鱼是属于什么鱼？这我是用大只鲈鱼来做。啊，我知伊为什么爱做这只鱼啊？因为伊的酱汁特别无共。嘿，啊，佮打小钱就打淋的，打芳菜就喏。哦。迄食就是非常的香。好了。啊，比如说吼，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的酱汁拢含白，特别无同款。啊，我有当时虽然是做55档啊，但是我咧做这个菜，咧做时我有哪个咧想啊？是不是佫有较好的，通佫用安尼？我就是，所以我是用头壳用感情咧做这个菜。伊这个叫做人迄教育家哦，杜威咧讲的做中学。就是拿着跟他你要跟他研究的。这久啊，有那些嘛是爱个深思熟虑一下，看是不是当更加进步的。更加好食啊。这就是一个优秀的读书哦，伊上该赞的所在啊。我离台南饭店，民国80年啊82年，天龙都相撞。哦，是。我这家庭在你写节目吼。然后又自称自己是吃货，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道的酒家菜，没有吃过这里幼肉的菜啊！公斤呢，这菜型吼，怎样完全蛮考回。所以我感觉我今天来讲这顿吼，真的讲，死而无憾是有点夸张啊。可是我认为，观众朋友，你一生至少一定要来吃一次。因为现在菜色吼非常的这样，不止咱台面上所看到家哦，伊不止有知大家，而且佫做侪菜色，但观众朋友你来吃，你就通知影。但是不可爱中间就是讲啊，伊这采预约式的，你若随来，就讲歹势我才无。所以你要先打电话来预约，说，阿彪师，我要吃什么样的料理啦，怎么样的。然后呢，如果你想要知道他有什么菜色呢，你就必须上他的 FB， 然后他的 FB 也不是他自己经营的，因为因为这样一定要用所以是有年轻人帮他经营，然后都是年轻人在帮他宣传说，这个好吃，这个好吃，也都是来到这边吃东西的人在帮他宣传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谢谢阿彪师，谢谢你，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你让我享用这么棒的酒家菜，这么棒的功夫菜，谢谢，也希望观众朋友呢有机会来到这里品尝哦，谢谢。菜色啊，真的是让我吃的太心满意足、心花怒放哦！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台菜，可以说是旧式台菜，也就是老一辈在讲的酒家菜。以前呢，人家在说酒家菜呢，如果让他等1-2个小时，他们都是非常的愿意的。那可见哦，这个酒家菜哦，
它等待是值得的。不过在这边呢，要再一次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就是其实这里的酒家菜呢，你都是必须要事先预约的，因为主厨毕竟他只有一个人哦，他没有办法让你在这边等个1小时或2小时，毕竟呢，现代人的时间呢也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呢，如果你要来这里吃，请你一定要事先预约。另外呢，要再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酒家菜呢，在我这个年代，不要说我这个年代，可能是很多比较年轻的一辈，可能都完全没有吃过酒家菜。因为酒家菜呢，可以说是我们台湾传统生活的一个写照，倒是蛮值得一些年轻人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酒家菜文化的话呢，倒是可以来这边品用看一看，甚至你可以在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酒家菜呢，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历史典故，都是可以值得大家去了解的。同时，如果说老一辈的朋友呢，你很喜欢吃酒家菜的话呢，可以来这边回味一下。毕竟那个年代的人也不是每一个都吃得起的，所以如果你怀念酒家菜的话呢，我倒是建议您不妨来到这里。非常感谢您收看《放眼大台南》节目，我是梁文娟，拜拜。